来看台北市卫生局10月去抽查市面30件海产，其中台北的六福万怡酒店进口巴基斯坦的冷冻3点仔验到重金属，卫生局已经要求落架啊。那餐厅表示已经无用3点仔做实在啊。秋冬季节正适合食毛虾甲金马，不过伫食好料时阵要注意。台北市卫生局10月起水产店、餐厅、卖场甲超市等所在抽验30件水产品，发现6号万宜一件冷冻3点虾验出重金属铬。这杯巴基斯坦的冷冻3点虾是由台北乐鑫国际公司经营。是透过中盘商铺货出去，已经要求同批的产品进行下架，也要求厂商要做限期的改正。那期届我们会再做复抽。卫生局讲，水产品内面重金属的来源主要是受污染的水体，水产品拢可能含有微量的重金属，包括盐、铬甲甲基汞。要求业者甲无符合规定的产品下架袂使搁卖，限期改善，立管复查。如果我们的食物当中被铬污染的话，大概有6% 会被人体吸收，然后可是长久的话，我们就担心说，铬其实它在人体会累积的，而且它那个在人体半衰期很长，高达20-30年以上，它会导致肾功能的异常。其实，伫今年的10月甲11月，食药署边境查验就捌查出2批巴基斯坦进口的冷冻3点虾重金属铬拢超过标准。消署清查自112年1月1日起到11月30日止，从巴基斯坦输入的同号列蟹类产品共报验24批，净重约200公吨。对此，万怡酒店也提供进口虾的证明，表示进货商品拢是海关已经核准，并且摕到进口的证明。除了全面停用3点虾，对这件案件所造成的商业损失，将会对供应商要求赔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